好，要溜了吗？来吧，我们当全国第一个溜滑梯的人。有人溜过了吗？真的吗？哦，快点。好，我们先坐好。好。这边坐好，请保持来。哦。好玩吗？对，再玩一次。哦吼，太棒了！那我们等下溜下来的时候要旋转吗？加一点旋转的动作。现旋转，对，趴下去也可以。